用叶白，用叶白，比哥哥顺来电，飘来讲，无花海唔上桥，无拍山带日头，阿姐唔是笑，家都是山开门了。用叶白，比哥哥顺来电，飘来讲，无花海唔上桥，无拍山带日头，阿姐唔是笑，家都是山开门了。那是家用介绍的学生诶，咱能学到最神奇的事情是嘛个？唔知么？唔看。小朋友这边有在蝶泳的镜头，有蝶泳的镜头，请过来这里。跟大热叶一样，你看黑黑的，像一种像那个贝桶。你看这一次你看没有？用叶白，比哥哥顺来电，飘来讲，无花海唔上桥，无拍山带日头。用叶白上卵以后，慢慢的变成肉毛虫，再变成蛹，蛹在衣服上用叶白。也种嗰种变魔术的歌上，有看过冇？一太早忙到5点，高中就去在太门后，唔知发生乜嘅事情。我们这里来看那了，你好了解呀哈。对呀呀，看有没有谢谢阿妈安装灯来啊？那个安装有风的是啊，他妈都风的咩？对呀呀，很早啊。哦，你平时有没有那么早起床啊？有没有？都没有啊？啊，你有啊？啊，你没有啊？高中时读哩，用为安多人哦。哦，我知耶，高中就是各多同学来观察用一发的歌唱。烧到一样，它就很容易畸形了，所以不要再摸它了。用叶白，比哥哥顺来电，飘来讲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玛丽金，不要太厚啊哈。种食草的时间，我唔好太多，也唔好太少，8分慢就拉白诶。我要需要阳光。看起来过简单，做起来冇容易。唔看呐，跌下来耶。2个。明日爱介意讲话，爱零碎，爱关心啦。哇，番牙诶！大家个希望错夹夹睇起来，做唔得要放的哦。顺来电，飘来讲。大家十分专心，眼瞪瞪的看，过像电台新娘，演戏面纱，爱同大家见面。近看起来过处，总是大家心肚里滴滴。渐渐的用叶白，过夹就会出现，所以大家愿意耐心的等待。北北冲，冲山歌，呀大鼓，子大锣，新秋做背朝天路。从学中的食草上高诶，明日走了随时记录。叶子的颜色不一样，一样吗？一样啊。好，还有吗？下一品。黄金米的叶子比较大，老师的比较小一点。视觉在小丸仙大节的幼虫的食草，我从3月13日扦插到现在已经发了3个月了。我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了。我种的这盆是玛丽金，主要是花斑蝶幼虫的食草。现在已经有2个芽了，其中1个芽已经有7片叶子了，希望它快快长大。
同學還愛同大家報告發表心得。用一白，比哥講，順來定，飄來講。今日大家個體片比平常上課還個認真，但那得心肚裡充滿希望，希望漸漸的用一白盡快出來。高中行上行下規模行，用一白經過南邊用毛蟲，在邊上用，後從一段時間之後，在一發上用一白。每個時期都過辛苦，當還能看到伊流出頭那個時間，心肚裡實在過歡喜。比哥講，順來定，飄來講。用卫生紙沾湿了，有水，你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把那个卫生纸弄湿，那这样它就有水分在这个茎的部分，它的叶子就不会很快就干掉。它有时候它也会爬在网子上面啊，所以你要盖这个网子的时候也是要看清楚有没有虫在上面。假使愛帶牛毛蟲歸去收，上個地步的紙也白。愛照規天裝好，做唔得隨便，阿無就熟唔上。好，那剛剛老師有教一個方法，要怎麼樣讓這個食草的葉子可以活久一點，不會很快就枯掉？要怎麼辦？腦中請紅。為到牛毛蟲好的迄個環境，從好照規天來做。向個保持清香，食草嘛會越新鮮越好。從5點半開始觀察，到1點鐘誒，攏還無通清咯。有條同學開始不耐煩誒，白嘴誒。開始飛飛發發的，春遊誒，唉，攏等安久誒。有人開始是做掉的。加油，他炒的不好吃。诞生了，你现在给他买蛋糕庆祝生日快乐哈。好，它的位置在这里，它一定怎么找？整个园区一定会找来这边洗澡不给。漸漸的用一白在空中飛，唔單止細人的歡喜，連大人嘛就用呢。天線啊，話也可以話給我啦。大人嘛愛對食草的種植開始學。用一步一步來。哎呀，好漂亮哦！哎，這兩個顏色，這兩隻顏色不一樣，好像，這還一隻哎。這是有，沒有，搶到要了有沒有看？哎，這個。菜園營養夠豐富，好加夠強。經常說，因為他把我的花吃掉，就沒有檸檬可以吃了。把它摘下來，放箱子，讓小朋友。有了，有了，不是，有的是剛剛那個，是不是？它太多了那個。好，你們要用心呢。屯自家的聲音呢，順呢，聽下研究，輕快樂哦。玉帶或者是無尾。無尾吧，很像無尾，又很像另外一種。我記得，哎，等一下，這邊有一隻爬上去了。在接蛹了。
是吗？不是脱皮吗？不是，这结蛹的。真的哦啊？这结蛹。它掉了。因为无尾哦，它的尾巴有那个肉刺啊。这个吗？有肉刺，这个吗？那个玉带哈，它的颜色就比较深绿色这样。哎，我今天早上去看你们那个走廊那个哈，那个你们有放那个蝴蝶那个，我在看到这到底是无尾凤蝶还是另外一种那个品种，很像。我在研究说到底是哪一个。听啊，唱一首歌，他会啃一下。那我要唱蝴蝶。主角是第一女主角啊，第二女主角。啊，男主角不对。啊，第三主角是毛毛虫。毛毛虫是主角。哇，这个，出来！不要挡，蹲下，前面的人蹲下，哎，前面的人不要挡到哦，哎，出来了吗？你那个出来了，好，出来了，蹲下，前面的人蹲下，哎，前面的人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是啊，好像。有可以。哇！大声一点，哇！这样子哈。我再最大声。出来了。快点！哇！你怎么？下满意吗？有了，再动了。我好大哦。有，出来了。我好大哦。哇！我翅膀好像。大翅膀，它差点掉下来。它要爬上去啊！加油！爬上来了！去了哟，你看，还是我观察到了，你坐在那边没有看。是头先出来还是尾巴？妈妈生小宝贝也是这么辛苦。你看，哇，真奖哦，大家几欢喜哦。渐渐的用叶白比到天空后，先见世面，故意的新生法，乃真是有失败3代。我们学校蝴蝶园呢是在86年的时候年底，就整个园区就设立好。我们在饲养这整个过程，最怕碰到的就是台风，然后豪雨。因为像说台风来的时候，它如果说风势没有很大，那可能就是稍微倾倒而已。那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，还 OK 哈。那有一年的暑假，就是风非常的大，把我们整个网室都掀开了。那掀开以后，它几乎半个网室通通打开来。我们进来一看，发现说蝴蝶都没有了，它们就死光了。里面到处看到的都是鸟，就像说，因为这边乡下嘛，所以什么野鸽子啦、什么绿袖眼啊、麻雀啊，那是最多的。然后白头全部都在里面。然后蝴蝶都吃得精光，我们的蝴蝶园变成鸟园。冬天有时候比较冷，那我们又怕蝶会比较凉，所以太冷，所以要帮它遮一些布帘，帮它挡风。那夏天的时候，它又觉得太闷热，又要帮它遮屋檐，然后又遮那个布帘，然后还要装电扇，反正好像伺候太祖一样子在伺候他们。
我们学校设计的本位课程哈，然后我们就因为1、2年级他们的那个同情心很大，然后那种要保护蝴蝶的心理就非常容易的带起，所以我们就只要跟他讲到说这些蜘蛛啊，或者一些蜥蜴啊，它会吃掉我们的蝴蝶，所以他们就会非常喜欢说来这边照顾这些蝴蝶。那老师带他们去，他们就会喜欢说帮忙把这些蜘蛛网清掉，把蜘蛛弄掉，甚至有蜥蜴，有的男生他就会跑去追，想把那个蜥蜴赶走。他们那种保护蝴蝶的那种心态啊，对生命的那种珍惜，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强烈。我讲有小志工吼，差不多4年个，差不多来2-3年，安尼拢安尼轮替啦。哦，有嗰度小朋友做咧来，食草拢通啊，煮啊只个，等安尼大白班，迄蝴蝶来啊，安尼，山一个人，差不多一到2年安尼都往1摆安尼，我摕机会遐个食草都走迄个，我讲你用只马上来哦，安尼又从遐个人拿过来以后呢，安尼个空安尼下边地方，这边就可以整开。对。你用遐个出来变用遐个过后，差不多1-2个月的时间嘛，1-2个月时间伊都自然淘汰了。所以那杯源源不断安尼吼，公园也我都保持遐个前期地杯用遐个数量，维持伊的数量安尼。因为伊遐个雨来风蝶比个速度个减无从安尼大白斑吼，用顺来阮的为多。这个哦。一个对，没有故意变更。总都来拿过来比较。玉带凤蝶。黄蝶你食草，大白斑，伊个速度更慢吼，就是伊个牛讲伊很易大变蝶。我阿面前都唔强呢。玉带凤蝶，无尾凤蝶。要手边有一张，还有用张，有画斑，要食草的马丽金，你也有。有的那个柠檬树，柠檬。现在如果你玉带凤蝶干啊，你无尾凤蝶食草，办法，有办法。现在绿斑凤蝶啊，你食草，嘛，也看到幼虫，细只个哈。他本落雨过后，我数量要减几多，过一长时间以后，慢慢又会大了呀。绿斑凤蝶，蓖麻呢，花甲蝶呢食草，蓖麻。一头麻一头麻算那里玉带凤蝶跟无尾凤蝶食草，过3箱。前草咩幼虫几多咩，必须枪，无办事业嘅。
有个种型贩卖。还有个车的树。哎，车的树啊，这仔树啊，乌鸦、凤蝶啊，大凤蝶的那里市场。有的是杂食性的，只要一只母的来产哦，这颗苏铁就差不多。然后的技术哈，你不是说随便说我们养一养，你要说刚开始养哦成功，不一定代表成功，有时候要经。浇水粘的时候，就是粘在1公分整的地方，就刚好蝴蝶的。在盒子里变化多端，这是他自己坚强的成果。然而，短暂的生命成为他羽化过程中美丽的奇迹。生命就像是一把火，有些人认为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到，因此白白浪费光阴；有些人却相反的认为什么事都要试试看，才会知道结果。所以，不管有没有成功，结果满不满意，至少有试过就会知道。是我心里想的，只有对你无条件且自私的占有，跟你依依不舍地放开手，看着你远去。谢谢你，在我心里留下一个美丽的烙印。觉得生命很神奇，也很珍贵，所以要爱护有生命的东西，也要爱护自己的生命。一生的妈妈从容蝴蝶，可是没有全部的幼虫都变成蝴蝶，因为自身风帆拥有破了一个洞。我觉得生命很神奇，也很珍贵，所以我要爱护自然家都看到了你的努力，为你加油打气，希望你勇敢地坚持下去，完成你那每一个使命。我会好好学习你活着的精神。